你冇錢收，係你戇。大家好啊，又係我蘇波榮啊。所謂三軍未發，糧草啊先行，孫子兵法都有講噶啦。其實呢句嘢呢，合理到不得了，尤其係對一班打工仔嚟講，好似最近咁啊，侵啊唔知玩乜鬼，搞到個政府都停擺，玩唔出糧啊。打工仔好簡單嘅啫，俾幾多錢人工啊做幾多錢嘢，好少有人同你講做嘢呢為興趣為情懷嘅。最近呢，美國駐華大使館呢都喺微博度出咗個 post， 內容係咁噶。美國大使館運行提醒，由於撥款嘅問題仲未解決，除咗緊急嘅安全同埋安保信息之外，呢個賬戶呢將唔會定期更新，直至到恢復全面運作為止。咁目前美國境內以及海外嘅美國使領館嘅預期護照同埋簽證服務呢，喺撥款問題未解決嘅期間，將會喺允許嘅情況下繼續提供。除咗緊急嘅安全同埋安保信息之外，我哋將唔會再更新呢個賬戶，直至到恢復全面嘅運作。有關於我哋嘅服務同埋運作狀態嘅信息呢，請你去訪問 travel.state.gov。係啊，美國政府停擺，受影響嘅唔止係美國國內，就算你喺海外嘅話呢，分分鐘都會變成難民，滯留都似。所以呢，美國都算係好公平噶，有汗出有糧出。所以呢，你見佢哋對啲 NGO 嘅撥款呢，係絕對唔會手軟嘅。我唔係吹水噶，有證有據噶。喺侵上任嘅時候，佢就一刀咁樣斬咗落去美國國際開發署呢啲撥款度啦。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喺2025年發表聲明講嘅。美國國際開發署幾十年嚟支出超過7150億美元，用美國納稅人嘅錢呢，創建咗一個遍佈全球嘅非政府組織產業綜合體。但係自從上個世紀90年代冷戰結束以嚟，佢嘅工作收效甚微，受援助嘅地區發展目標好少能夠實現，唔穩定嘅局勢往往繼續加劇，反美嘅情緒只增不減。係咯，你受人錢財替人消災先得噶，收錢就做唔到嘢，咪俾人 cut 咯。林子錦顏色革命嗰班有水收噶，網絡水軍呢都有好多水分噶，仲好濕下添噶噃。2024年，美國聯邦眾議院通過咗一項16.25億美元嘅法案，旨在支持全球獨立媒體同埋非政府組織去對抗中國嘅惡意影響。講到明晒噶啦，撥晒錢出嚟噶啦，所以到咗今時今日，落晒力去反中反共嘅你，仲要死口話冇錢收嘅話呢，基本上只有兩個可能性：第一，你收咗，但係你死口唔認；第二就係好似片頭咁講，係你戇。一係呢，就俾上面班人揸乾揸淨，去唔到你嗰度，你話冇；一係呢，就係你未夠彈數，未夠班去收呢筆錢啦。美國打政府工嘅人呢，都知道冇錢呢係唔會翻工噶。你明知你老細拎咗咁大嚿錢出嚟分，落唔到你個袋，你仲咁鬼落力，到底係愛啊，定抑或係責任呢？我都真係想了解下啦，麻煩你留言話我知啊，拜拜。